妈妈，甲一个呢，原来是安怎样？妈妈，甲一个呢，其实要安怎样？啾啾啾啾啾啾，隔壁迄个花花莫阁想要对阮啊，啾啾啾啾啾啾，害啦阮嘛毋捌半项嘿嘿嘿嘿，妈妈甲一个呢，到底是安怎好处？妈妈，甲一个呢，你怎样拢不知？妈妈，甲一个呢，我嘛着爱研究。啾啾啾啾啾啾，你看厝顶迄对鸟仔喙啊嘟喙啦，啾啾啾啾啾啾。害啦害啦，妈妈你看嘿嘿嘿嘿，妈妈甲一个呢，怎样你唔对阮笑？妈妈。甲一个呢，才袂互人看轻。妈妈，甲一个呢，你一定知详细。啾啾啾啾啾啾，你若唔讲，我问爸爸什么意思啦？啾啾啾啾啾啾。迄日我有看到电影，嘿嘿嘿嘿，妈妈甲一个呢，为怎样做你走？